尋日同大家講過廣州核心區樓價點樣跌，今日轉去深圳另一個一線城市核心區華豐前海灣，騰訊新總部就喺對面。當年全深圳碼農都眼金金望住呢個盤，而家跌到連龍崗都不如。華豐前海灣，深圳寶安中心區，騰訊新總部互聯網加未來科技城正對面，88平方米三房，2021年1月成交990萬，尺價11.2萬，中層西南向。2日就賣咗，業主叫價1050萬，減咗60萬成交。嗰年冬天，深圳樓價仲係癲緊，騰訊話要搬過嚟，成個寶安中心區都癲咗。中介話呢度係前海擴容核心區，騰訊幾萬員工好快搬入嚟，而家唔買，以後15萬都買唔到 UE。唔少騰訊員工信咗，佢哋等唔切，驚騰訊一搬過嚟自己就買唔起。2日990萬簽咗，結果到2026年7月，同戶型成交525萬，尺價5.9萬，跌咗47%，掛牌650萬，一口氣劈咗125萬，5年半時間465萬蒸發咗。樓價食咗465萬，再加埋5年半利息大概150萬，稅費中介費大概50萬。一套樓就食咗665萬人仔，而家計下打工仔賬，騰訊基層員工年薪50萬，到手唔夠40萬，一年存到30萬已經好勁。665萬等於一個騰訊基層員工唔食唔飲存22年，等於一個年薪50萬嘅人由25歲做到47歲，足足22年，全部白做。再換個計法，每月到手2萬5計，665萬等於221個月，18年半稅後人工1分錢都唔使，全部填晒入去。呢665萬可以點用？喺深圳租一套離騰訊總部15分鐘嘅三房，月租8000，665萬夠租69年，由你入職嗰日租到退休，仲剩翻幾十年。去深圳灣1號隔離5星級酒店住，1萬500蚊，665萬夠住36年。每日有人換床單，每日有免費早餐，36年唔重樣。將呢665萬放銀行，按2%利息計，一年就有13.3萬，每個月11000蚊。呢11000蚊利息已經夠喺騰訊總部隔離租一套豪裝套房。買樓食咗嘅錢，放銀行嘅利息已經夠你租樓，本金1分錢都冇喐。華豐前海灣2017年起好，寶安中心區核心地段，新湖路沿線，一線海景。NQK 一院規模唔細，園林現代風，人車分流，大堂挑高，88方3房戶型方正，得房率唔錯。隔籬有寶安圖書館同寶安體育中心，地鐵11號線碧海灣行800米，10分鐘就到。周邊配套喺深圳都算唔錯，一方城、歡樂港灣、寶安府有保健院開車10分鐘到。對面就係前海自貿區，最關鍵係騰訊新總部就喺隔籬，幾萬騰訊員工係周邊所有樓盤最大嘅接盤幻想。但幻想就係幻想，騰訊員工自己都接唔起。2021年嗰波，騰訊人自己衝入去當韭菜，990萬買套88方，首付3成297萬，貸款693萬，月供3萬8。一個騰訊員工，就算稅後月入3萬，月供3萬8，點玩？掏空6個荷包交首期，每月人工全部俾銀行，仲要屋企倒貼。有騰訊員工講，買咗華豐前海灣之後，唔敢跳槽，唔敢生病，唔敢生仔，因為月供3萬8，一分錢都唔可以少。仲有人講，搬入嚟之後先發現鄰居全部係一齊加班嘅同事，電梯入面傾嘅都係月供同裁員。5年半過去，樓跌到525萬，貸款仲欠600幾萬，你將呢套樓賣咗，仲要倒貼銀行幾十萬，30年房貸還咗5年幾，本金減得唔多，樓先腰斬咗。當年吹騰訊搬過嚟樓價要衝15萬嘅中介，而家電話都唔接。當年寫華豐前海灣係前海最硬資產嘅號，嗰篇文章一早刪咗。當年同騰訊員工講而家唔買以後買唔到 UE 嘅中介，而家喺朋友圈推惠州樓，話惠州係下一個寶中。有錢人買錯，蝕幾百萬仲可以換返過嚟，打工仔買錯，一世嘅現金流就斷咗。一套華豐前海灣，套住幾多騰訊人，套住幾多個6荷包家庭，套住幾多個35歲危機嘅碼農。騰訊總部燈火通明，幾萬人仲喺度加班。嗰套88尺嘅樓，已經令佢哋連辭職嘅勇氣都冇。佢哋被樓按到死死地，呢個就係打工仔最深嘅悲哀。